熱醒 ，Hello。喂，Hello Bosco，嚟過嚟呢度坐。好啊。好耐冇見你喎。喂，等先。嚇？ Erica， 其實我留意咗你好耐㗎啦。嚟緊我會幫學院拍一條宣傳片，你可唔可以做我嘅女主角啊？吓？哦，好啊。Hi， 我係 Erica， 恒生大學傳播學院1年級嘅學生。我係 Bosco， 傳播學院2年級嘅學生。傳播學院係一個充滿機會嘅地方，就好似我哋咁，可以參與唔同嘅製作，攞到實戰嘅經驗。我哋又可以參加好多同傳播專業有關嘅活動，拓闊眼界。仲有暑期實習、海外交流。呢度嘅老師同我哋打成一片，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。我好中意呢度嘅文化，因為有好多空間俾我發現自己。喺呢度學到嘅嘢，比我想象更加嘅多元。仲有意想不到嘅機會，等緊你。